你哪有爱你谈过爱不过啥？哥哪有？哥，要跟你道歉，道歉走嘞哼，要得说歉，整一桌也别。我给我听道歉，一愣愣的。道歉别愣。说，道歉，这么。我太空过去，我去嘛，他妈不行。哎呀，我去嘛，他嘛那。等嘛啊！你叫我不行。走。哎，说的。这么了，多。这个谈了。不对啊，然后等这不呢？来找就过来。别等这么呢，莫扑个呀，弄切了。哎呀，别等这么呢嘛，靠啊！拜，你都说多了。打嘛。这么了，切。哎呀，那你把点老多点东西又做热了，别搞别冒呀，我这别冒呀。你道歉，就是切。道歉不多。哦，对。哦嘛，弄弄这弄那到中间那这，就把你就莫打我倒天，反正我打。哦，啥懂了？人这说个，嗯，来了阿姐了。哎，咱没搞了，我打都不要。这个里，哎呀，说我去骂他了，我这容没？再用了，说呀，我这个道歉，道歉。那时候他过年，保定这有路不年啊。财产，中间，这中我间。说谈这都不行，个是中间。我了啊！这么了，要他用大呗？我多用的。我家上个的，啊，你这么的，嘛么结婚切了，喂，给这么人切，妈的，我的妈！